大家好，我是一拜为基一拜。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然后也一直跟大家介绍说，泰雅族是一个很害羞的民族，是真的。其实我从小到大在部落里面很少听到喜欢你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吗？这样的告白之类的话，所以我觉得泰雅族这样是一个这么勇敢，然后这么勇于冒险的民族，所以我觉得有爱也应该要大声讲。所以我在我的第一章，我都会故意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情歌，比较容易打动人心。我第一章写了叫做"我喜欢你"，西安秘素。第二章呢也一样，有类似这样曲风的，叫做"我心属于你"，那就是西安。意思是说呢，我们两个，希望可以长长久久牵着手，调整好彼此的步伐，然后也开开心心的变得很多辈子。其实现在的爱情，我觉得不见得可以很多的人